陪你閱讀，陳培德牧師同你遊走書海，想你愛上閱讀，邁向成熟。喺陪你閱讀嘅節目裏面，我一向比較少介紹聖經注釋類嘅學術書籍，但係喺今日嘅節目當中，我要鄭重咁推薦一套不可多得嘅注釋書，就係由新約聖經學者馮任坤博士著作嘅羅馬書注釋。全書上下兩巨冊，一共厚11公分，共有2400幾頁，係當今中文聖經注釋書籍裏面罕見嘅重量級著作。初版原本係4大冊，總共有3000幾頁。作者由1993年開始執筆寫作，一路去到97年出版第一冊，99年第二冊，01年出版第三冊，03年出版第四冊，前後總共經歷咗10年嚟到去完成佢嘅著作。依家距離全部完成出版相距又差唔多有10年嘅時候，重編再發嚟到去出版新書，以2本比較大開倒嘅形式重現，修改上一版嘅錯處，同埋為注腳加上補充，又保留咗第一版頁碼，方便嚟到去對照。台灣校園書房出版社投入眾多資源嚟到出版呢套書，十分難能可貴。作者馮任坤博士係本港著名華人新約聖經學者，佢係中國神學研究院嘅退休教授，現任香港中文大學名譽高級研究員。馮博士佢早年喺英國曼徹斯特大學攻讀哲學博士學位，師隨國際知名嘅新約學者 F.F. Bruce 嚟到去學習，做佢嘅日濕弟子，鑽研保羅著作加拉太書同埋羅馬書裏頭因信稱義同保羅思想嘅關係，讓佢喺原文歷史考據、訓詁釋義、旁徵博引、評述論點等等方面打下咗深厚嘅基礎功夫。早喺1988年，佢嘅英文著作注釋加拉太書被編入咗新國際新約注釋叢書，我哋簡稱叫做 NICNT， 出版問世，開始成為咗國際注目、具有實力嘅華人聖經學者。馮博士多年嚟一直專心致力寫作，著作豐富，有10幾種咁多，其中以羅馬書注釋同埋2卷嘅加拉太書注釋最具學術嘅分量。為咗撰寫加拉太書注釋，佢更加曾經住喺加拉太超過4年嘅時間，可以證明佢嘅自學寫作認真同埋考究。為此，加拉太書問世並唔係佢嘅前書1982年出版嘅真理的自由同埋英文加拉太書注釋，即係上述所講 NICNT 叢書裏面嘅嗰本嘅修訂版，而係比先前2本書更加深入詳盡咁嚟到去一本全新嘅著作，代表住作者對加拉太書嘅信息同埋書裏面眾多嘅釋經問題，比以前更加有成熟嘅了解。無論係上一版4卷嘅羅馬書注釋，或者係新版嘅上下2冊嘅羅馬書注釋，佢嘅重要性係冇絲毫被動搖過。因為呢本注釋討論嘅書卷羅馬書記載基督教
教義嘅核心之一嘅道理因信稱義，正正係華人教會必須細細研讀查考嘅重要課題。馮博士係出色優秀嘅新約學者，一生獨孤一味研究保羅書信。佢嘅學識廣博，自學嚴謹，書裏面嘅注腳極多同埋詳盡，為讀者提供對經卷全面正確嘅見解同埋詮釋。作者嘅注釋立場係基於福音派嘅信仰，按住正義解經。佢關注上帝透過聖經作者所表達嘅信息，希望藉住自己嘅努力探究同埋發掘，能夠幫助讀者深入認識聖經，而唔係有關聖經嘅理論，掌握重要嘅聖經課題嘅理解，從而活出結合教義同埋倫理嘅生活。呢本書咧喺參考同埋珍藏都極具價值同埋意義，讀者不容錯過。多謝你收聽網播時代 Times on Air。